今日是2023，今仔日的经文是27篇，马拉基书第2章第10节到第3章第1节，路加福音第1章第5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使者。对细汉开始读圣经，伫迄个印象上深的迄个上帝的使者，就是访问阿伯兰的3位天使。年纪渐渐大，才渐渐了解三一上帝的概念了后，嘛才明白讲原来迄3个就是代表三一上帝的使者。另外，伫圣诞节的时阵，马太福音以及路加福音所记载，这个上帝的使者，也是咱讲有天使出现，约瑟、玛利亚讲话。天使使者就是遐个代表上帝咧传话，也是做代志的代表的人。问题是，上帝原始创造人类，并且亲自甲人讲话，但是后来为什么上帝需要差派使者，无亲自甲人讲话呢？迄是因为人渐渐对上帝无忠心，离开上帝的道路。马拉基书第2章第10节到16节安尼讲着，人民对上主无够忠心背信。咱大家兼毋是有生一个老爸，兼毋是像一个上帝创造咱。安尼是安怎？咱互相背信，违背上帝甲咱列祖所立的约。犹太人民的行为诡诈，伫以色列甲耶路撒冷做可恶的代志，因为因有拍拉sam上帝所喜爱的圣殿，娶服侍外邦神明的女子做某。做即款代志的，无论什么款人，虽然因献祭物予上帝，愿上主万军的统帅对以色列族群中间甲因赶出去。恁另外阁有做一项代志，恁悲惨哀哭，目屎淹满上帝的祭坛，因为伊无阁再欢喜接纳恁献予伊的祭物。恁问是安怎？上帝无爱接纳？是因为恁有背叛恁少年时娶的某，是你匹配，你有甲伊立约。上主是你甲因中间的证人。人若是也有一丝仔灵性，伊袂安尼做。上帝所喜爱的，毋是对伊忠诚的后代，所以着谨慎，毋通背叛你少年时娶的某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讨厌离婚，我讨厌恁中间有人对家己的某做即款残忍的代志，所以着谨慎，毋通对家己的某无忠背信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。第3章第1节，马拉基先知安尼讲着：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准备我头前的路。恁特别找求的主会忽然间来到伫伊的圣殿，伊所仰望迄位立约的使者特别来啊！上帝差派伊的使者，人来提出警告，互人会通认罪来悔改，准备救恩的道路。亲像以赛亚书40章先知以赛亚已经甲咱讲的，马可福音以及其他的福音书也甲咱讲，应当要为着主来准备道路。免得审判的日子到，因为上帝的审判日子真紧就会到。伊
的公义将会显明。所以人着爱追求忠诚伫上帝迄个约，安尼来执行行伫上帝的真道。马勒基书第2章17节又甲你讲，伊讲审判的日子伫要到，恁会单论互上帝亚善操犯，恁要得问，阮早安怎样得互伊亚善操犯？是因为恁讲上主看所有做歹的人是做好人，佮介意即款人，佮讲公义的上帝伫叨位？上帝使者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，就是亲像先知共款，提醒以色列人，互因有机会来悔改，来转向上帝。事实上，先知也是上帝的使者，就是来预备人的心，预备主救恩的道路。上帝的使者是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因为为着主来准备道路，准备人悔改的心志。圣经有几啊摆特别提到上帝准备家己的使者。咱若对摩西的出世，甲因2个40年的阶段的准备，也看见着撒母耳的出世以及准备。先知亚利米宣告上帝伫伊还未出世之前就已经准备伊啊。咱也看见新约洗礼约翰会通讲是上明白的例啊。上帝预告洗礼约翰的出世，伊的出世是上帝的心意，因为伊的爸母拢已经年老啊，也好亲像亚伯拉罕100岁生囝同款的困难。圣经安尼记载，预告洗礼约翰的出世，迄落做犹太王的时，有一个阿比亚班的祭司，名叫做撒加利亚。伊的母伊丽莎白嘛是祭司阿伦的后代。因2个人完全遵守一切的诫命甲规例，互上帝看做是义人，因无囝。因为伊丽莎白未生，因2人嘛拢已经真老。有一日，撒加利亚值班，伫上帝面前执行祭司的职务，照祭司节的规定，伊就抽签去主的圣殿圣所来烧香。伊伫烧香的时阵，规大殿的民众伫外面伫祈祷。有主的一个天使显现，徛伫香坛的正边。撒加利亚一个看到就真着惊，非常不安。天使甲伊讲：撒加利亚，毋免惊，因为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祈祷。你的母伊丽莎白会甲你生一个后生，你着甲伊号名做约翰。你会欢喜快乐，真侪人嘛会因为伊的出世来欢喜，因为伊伫主的面前会做大人物，无酒交酒伊拢袂用得啉。伊要伫舞台就互圣神充满，伊会互真侪以色列的子孙归向主，因的上帝。伊会用先知以利亚的精神甲能力来做主的先锋。伊会互父母甲囝儿好好，会互悖逆的人转来对义人的意念，互子民准备好势通赢之主。事实上，每一个受呼召的基督徒、犹太人，或者是每一个受呼召的人，拢同款，拢会通成做上帝的使者，会通成做人的天使，互人得到利益，会通荣耀归伫主。诗篇27篇，信靠上帝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，我也要惊啥人？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
我还得惊啥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为我倒失败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犹原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一项。我一世人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，找求伊的指示。我会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匿伫伊厝内。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，互我的头也悬，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片欢呼献祭，我要唱歌学乐上主。上主啊，我求的声求你听，求你怜悯我，应答我。我的心对我讲，着来朝见伊。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，求你毋通面越走，毋插我，毋通受去赶你的仆人。你一直是我的帮赞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拒绝我，放杀我。说使我的父母气杀我，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，因为对敌在长等。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，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，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。我深信一项事，我要活第一日会享受上主的恩惠，着信靠上主，着勇敢壮大，着信靠上主。阮求主使用阮，成做你的使者，宣扬你的旨意，甲你的福音，也恳求上帝，就是阮谦卑顺服的心，会当互主来使用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